來看中華有一個查甫人，伊有飼一隻狗仔。2月份的時陣，去互民眾通報講，伊會用鐵鏈仔甲狗仔摔，涉嫌苦毒狗仔。後來，這隻狗仔就失蹤去。動保團體佇咧3月份，佇新港抽水站的附近，找到這隻狗仔的遺體。今嘛 DNA 鑑定出來，確定這個狗仔的身份。中華地檢署要甲這個主人照違反動保法來起訴。動保團體3月到中華新港海邊潮吹，最後佇六股抽水站附近草埔內底找到一個狗仔屍體，發現頭殼破去，喙齒用要落了，疑似就是姓何查甫人飼的狗仔健康。經過DNA鑑定，確認就是健康了後，中華檢方將這主人起訴。經檢察官將民眾所發現經遺棄的動物屍體骨骸送台灣大學 DNA 鑑定，高度確認為該犬隻。全案經檢察官查明其他事證，認被告涉犯動物保護法第5條及第25條的罪嫌，依法提起公訴。這案件是今年2月初，住在新港的姓何查甫人被通報，真白擺涉嫌用鐵鏈仔麻糬拍家己飼的狗仔健康，虐待過程攏被翕落來。不過動保署甲警方去調查時陣，所發現健康已經失蹤。姓何查甫人對狗的去向講法顛顛倒倒，先講已經送人市，閣改隨時跳車判決。我們也是希望說政府在這個動保法虐死動物部分屬於刑事案件的部分的確認，要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規範不然這種案件很容易被有心的這個人士會被可能鑽一些法律漏洞而規避掉。動保團體迄時陣找到健康的屍體了後，飼主人要求說明，不過對方無出現，甲人家屬出面否認虐待。動保團體表示，因透過 DNA 證實寵物受虐待死亡，較少看到。不過真濟虐待主人會用寵物失蹤來規避調查甲刑責，希望透過修法，互相關的法規更加嚴格。記者綜合報道。